来看秘鲁伫15个中昼发生规模6.1个地震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，各有一寡所在崩山。有即届卡球赛嘛，因为地震比赛暂停几分钟哦。总统嘛已经去正约视察咯。15早起11点35分，熊熊天摇地震，真侪民众为建筑物内底走出来。另外一条街路人是搁较侪，而且大塞车。即届地震的地震中心伫咧首都利马附近港口的都市卡窑。 根据秘鲁国家地震中心的记录是规模6.1，美国地质调查记录的规模是5.6，深度是53公里。自当时有职业卡球赛暂停几啊分钟，教堂弥撒进行到一半，嘛发出呼吁。警方表示，利马北部一个36岁查甫人徛伫伊的车外口等乘客的时阵，一栋建筑物的外口墙落来，直接撞到伊头壳，伊全无命。 紧急应变中心表示，即届地震还佫造成几啊个人着伤上病院，还佫有车路甲教育机构嘛受损。利马市几啊个所在发生崩山，总统去沿海地区视察山架崩落来的情形。La alerta es que no hay tsunami en el litoral de la costa limeña。秘鲁人口有3400万人，地理位置伫咧环太平洋的火山带，平均每一年会发生至少100届明显的地震。 最近一届大地震发生伫咧2021年11月份亚马逊地区，规模是7.5，而且有超过70栋厝受损断。公司新闻，吴文良编译。